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互咱搁一摆组织来敬拜咱的主上帝。这时，请咱闭慢心，三甲来敬拜。我的心静静，全无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招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上帝啊，阮伫你的殿院少念你的慈爱。这时，请咱大家来吟圣诗254首，圣诗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殿中触角石是伊，圣主所选实在宝贵，连结圣会归伫伊，阳光圣城拢无废去，艰辛辛苦免疗愈。圣诗250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我
这是请咱游玩徛地，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许多圣经伫圣诗的13页，这是请咱三角来念许多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任内受苦，经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上中复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做赦免，替我。永远的阿门，阿门。请坐。这是请咱三角来启应上帝话，启应文第62，启应文第62，伫圣经的伫圣诗的后壁面1113页，1113页，启应文62，也就是腓立比书。只是请咱三角来启用来。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着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浮盈。恁逐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正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就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嘴拢宣认耶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这是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早起，互阮无过受阻挡，来到你的圣殿。阮感谢你伫万民中拣选阮，应听引带阮，过用基督的保护，洁净阮一切罪、一切不义甲误会，互阮甲上帝建立新的关系，互阮成做你的儿女，有福分伫教会底敬拜甲服侍。因为安尼，阮再次感谢你，亲爱的主，
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万物的上帝。你满有恩典慈悲，阁有大能力。亲爱的主，阮人伫面对大自然灾害时，实在是渺小，阁无助。恳求你，恳求你施恩款待阮，看顾阮，保守阮所爱的台湾脱离一切灾害。只是阮要将花莲、光复乡交托伫你手中，恳求你怜悯看顾所有受到影响、遭受损失的百姓，互因会当得到上及时的帮助。求你亲自安慰遐受灾的家庭，供应因生活一切需要，也医治因心理的惊吓。主啊，也恳求你医治每一个受灾者的心灵，互因重新得到快乐，无得失去愿望。阮也要为政府甲救灾人员祈祷，求你保守天气稳定，赐下智慧甲体力，保守因伫工作中的安全，互中间的工作会当顺利。阮们要为着当地的教会甲兄弟姊妹祈求，互因成做社区的光甲盐，甲你的疼带互身边毋捌主的人。因为阮看见台湾有侪侪乡亲同胞，也袂捌认捌你，生活伫惊吓不安中。求主你来感动阮，赏赐阮众兄弟姊妹快乐，会当热心将福音传福音，互台湾会当真正成上帝旨意主所祝福的国家。主啊，这时也要为阮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的阳光照耀伫阮大家，求你的医治降临伫身心受伤、病痛人的身上，求你的拯救大能帮助伫患难艰难中的人，求你的能力彰显伫诚心敬畏你的人身上，求你赏赐信心伫阮心中，成做坚固的磐石，靠主来得胜。也恳求主保守看顾阮兄弟姊妹的生活，伫阮头前有困难也是恶担当的时阵，阮犹原会当用欢喜的心来行头前的路，因为阮知影上帝你一直将平安放伫阮兄弟姊妹每一个人的心中。阮嘛求主，互阮兄弟姊妹，大家带着你的平安甲喜乐，甲上帝你的好消息，伫阮徛起的土地顶悬，阮所去的所在，也互阮成做公义的使者，带着你的疼，陪伴遐个更加需要帮助的人，来荣耀主上帝。同时嘛，要为今日无来教会敬拜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无论因是因为工作上的问题，也是身体上的欠慢，也是受其他问题的困扰，求主介因同在，找信心引带，赐福因。只是也要安静阮的心，领受你话命的话语，互阮的信仰得到造就。领受你的祝福，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下面赞美，咱今日圣歌队个念的诗是：我要伫你面前面对你。
咱感谢圣歌队用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这是请咱三教来听上帝话。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旧约出埃及记》18章50到24节，《出埃及记》18章50到24节，这是我来读。摩西的丈人叶忒罗带摩西2个囝，甲伊的妇人人来到上帝山，就是摩西伫旷野扎营的所在。甲摩西讲：“我是你的丈人叶忒罗，带你的妇人人甲伊2个囝来你遮。”摩西出去迎接伊的丈人，对伊鞠躬，甲伊斟喙三甲问平安，招入布边。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对法老甲埃及人所行一切事，以及路里所拄着一切的危难，甲耶和华怎样拯救因，拢排列予伊的丈人听。叶忒罗因为耶和华款待以色列人一切好事，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就真欢喜。第10节，叶忒罗讲：耶和华是应该学老的，伊救恁脱离埃及人的手，也脱离法老的手，救即个百姓出埃及人的手下。但我知耶和华比这上帝较大，就是对因遐个埃及人骄傲款待即个百姓的事。摩西的丈人叶忒罗将烧祭甲别个好的祭献予上帝。阿伦甲以色列的长老拢来，甲摩西的丈人三甲坐伫上帝面前。隔日，摩西坐伫审判百姓，百姓对早起到下昏拢徛伫摩西的身边。摩西的丈人看见伊对百姓所做一切事，就讲：“你对百姓做的是啥物事啊？你啥事家己做的？”众百姓对早起到下昏拢徛伫你的身边啊！摩西应伊的丈人讲：“这是因为百姓到我遮来问上帝，因有代志立时就来我遮，我就伫因双面的中间，甲因判断，互因知上帝的律例甲法度。”摩西的丈人对伊讲：“你安尼做毋好，你甲你的百姓会真损心。因此，即个事互你真伤重，你家己一人做袂来。你着听我的话，我替你拍算，愿上帝甲你伫地。你着替百姓到上帝面前，将案件请问上帝，搁着将律例甲法度教示因，指示因所着行的路，所着做的事，也对百姓的中间，竟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上帝、诚实无懒散、万分不义的钱去予人。设立因做百姓的时代，有的管1000人，有的管100人，有的管50人，有的管10人，互因照时审判百姓。大事着互因到你遮，小事因通家己审判。安尼你就较减轻，因也通甲你三甲担当。
你若安尼行，上帝也安尼吩咐你，你就会你就会治袂牢。这个百姓也会通安然到伊的所在。24节，对安尼，摩西听叹伊的丈人的话，拢照伊所讲的去行。以上。咱今日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领导智慧哦，请咱大家恭敬来听。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顶礼拜，咱的教会兄弟姊妹表现出真大的疼心咱教会有伫顶礼拜主日中间为着花莲的即个光复乡的水灾的灾后的重建咱教会兄弟姊妹拢有伫遐为着因的救灾的即个需要来做奉献，这表现出咱教会是一个充满疼心的教会。虽然讲咱教会是算做咱的规模无大，咱的会友无济咱可能咱的经济力也无比其他的大型的教会好但是咱表现出咱的教会是真正有热心伫实践信仰咱为着安尼来感谢上帝。伫今仔日，咱线只顶礼拜出埃及记17章，咱就针对即个领导的智慧来思考，咱对伫出埃及记会当学着甚物？咱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先，咱先做伙按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阮用感恩的心来自责，因为阮伫过去一礼拜中间，阮得到主你的带领，你也伫逐项事的顶面，你手赐互阮上宝贝的祝福，就是你甲阮同在，你帮助阮，无论经历着甚物，你爱阮日日得到更新，日日会当得到成长，阮的信心也渐渐哪会哪坚固。但是主啊，阮搁较重要的是需要你的话伫阮的心中，所以恳求上帝，你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过程中间，你的圣神陪伴阮，扶持阮，带领阮，互阮无论是宣讲也是听的，拢会当白白得到对你的话来的快乐，也互阮会当搁较亲来认捌主你。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圣神来引带。阮安尼恳求，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落去下这，咱对伫出埃及记第1章到第17章，咱读到即马，咱应该发现到，就是上帝呼召摩西来完成的即个任务，会当讲对即马来看，到伫第1章到第17章，会当讲是不可能的任务。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百姓本来伫埃及做奴隶，因已经互人管足习惯啊，互人欺负足习惯啊，煞一时得到自由，好亲像以色列百姓打出埃及来到伫旷野，因真袂当习惯，所以咱讲下几日，可能咱在座有人对伫中学，然后咧去读大专，无论是高中初中毕业去读即个五专，也是
到高中毕业去读大学，你会发现讲，我一时袂习惯。安怎？上课的时阵，你举手讲，老师啊，我要去上厕所。啊，老师甲你安怎开？伊讲你几岁啦？上厕所自己去，不用告诉大家。哦，咱敢有这种过程？有可能真侪人读高中就已经有安尼去有老师开过啊。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要去上厕所，你就安安静静去上，你不用举手告诉全班同学。为什么？因为咱对细汉伫迄款国小、初中，老师拢管啊真严。啊，到伫大汉开始，老师要互咱学习，家己管家己了后，一时也袂习惯。所以咱看到打出埃及到伫旷野的以色列百姓，伊是怎样心真硬，然后咧老顽固，过来咧将上帝行伫因心上的心意，一拄着困难，拢袂记了，毋知影感谢，并且真容易来产生不满，然后咧有不满了后，佫真爱埋怨东埋怨西。对伫摩西来讲，佫较辛苦是啥物？以色列百姓伫当时一拄着啥物代志，无符合着因的期待。因可能期待讲出埃及啊，无搁做奴隶啊，然后日子会好过。腹肚枵一定有物件食，喙焦一定有水啉，出日头上好，上帝搁落乌云，互因袂热着。但是一拄着任何的代志，无符合因本来的期待，以色列百姓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怪摩西。所以对出埃及记第1章，咱读到第17章，咱会当发现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后甲因做伙要到伫迦南地上帝应允的地。实际上，对摩西来讲是不可能的任务。不过，咱今仔日咱读到，就是摩西的丈人叶忒罗，甲摩西的互动。咱看到叶忒罗做丈人的，用一个长辈分享伊的智慧来互摩西。这个事就是伫出埃及记第18章第1节到第12节所讲的，就是摩西的丈人叶忒罗带摩西的某甲囡仔来见摩西。咱会感觉这背景先来讲一下，就是其实出埃及记第5章，摩西就已经返去埃及，带伊的某囝、伊的某甲伊的囡仔做伙，来到伫一个甲以色列百姓做伙。所以可见就是摩西甲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了后，摩西有一段时间将伊的某囝送返去伊的丈人叶忒罗遐。这咱会看出，所以真侪真有经验的牧师，拢会甲即个少年团队、少年牧师讲啥物？讲牧会真重要，上帝的呼召真重要，上帝所交托的事工真重要。但是咧，某囝，也是讲像女牧师来讲，就是伊的配偶，家庭，家庭也是爱顾啦。因为到后来安怎，真侪牧者到后来，互人讲的是啥物？哇，家庭无顾好，家庭无顾好。但是咱着想即个圣经内底
圣经内底的真侪的遮的圣经人物，拢会发现啥物？上帝赐福因，但是咧，你看亚伯拉罕，敢是一段时间家庭问题，雅各敢有家庭问题，以撒、雅各拢有家庭问题。摩西出埃及后了后，其实也有。然后大卫敢有咯，搁较严重，安尼咱来看所以即个咱对遮其实嘛是看会到即项代志摩西当迄个伊带领以色列百姓上艰难的时刻，上紧急的时刻，其实伊替伊的家庭来设想，所以有一段时间，摩西是将伊的某甲囡仔送转去伊的丈人叶忒罗遐。但是到后来叶忒罗伫18章就记载，叶忒罗就带伊的查某囝、伊的外孙，过来到伫摩西遮，可见即个丈人也真替摩西来设想啦因为安怎讲全家做伙也是较好。但是咱也读到叶忒罗对伫13节，咱就有读到，就是叶忒罗就观察摩西平常时是安怎去治理以色列百姓。伊看到摩西对早起到暗时，伫遐处理百姓的逐项代志，伫遮讲到审判，其实就是即个处理百姓的代志。遮写真特别叶忒罗甲摩西讲，对早起到暗时，你去处理百姓的逐项的代志，无论是纠纷也是民事、刑事，逐项的代志，伊拢咧处理。然后叶忒罗的观察，真值得咱来思考。伊讲啥物？伊甲摩西讲，你规工坐咧，对早起到暗时，你坐咧，然后咧百姓来找你，才讲啊真深刻。伊讲百姓徛伫摩西的身边，徛规工是真忝的，真侪这讲台领导的智慧，这尤其伫官场做官的人，真会发生即项代志，就是爱表现啊，真辛苦，真忝，上好规工伫遐讲我，几点，早起几点就开始来上班，然后晨会，偌早就来晨会，然后咧，人讲将帅无能，累死三军，为什么？根本就无需要6点半就要晨会啊！6点半晨会，大家都困无够，开会伫遐，阁有下骹你的部下伫遐偷食早顿，效果真歹。但是为虾米表现出我真辛苦？也是讲这咱伫公司有时阵嘛会拄着办公室什么安怎？大家伫遐比谁人加班较济。当然加班无拄会申请加班费，但是大家即个同事大家伫遐比啥物人加班较济？为虾米？伊会想讲你的顶司会看啥物人加班较济，然后加班的时阵，敢有真正伫遐认真工作？无拄。咱家己忝，咱自愿，但是咱拖累着别人，所以遮写啊真好嘛。正百姓14节，你啥事家己坐地？正百姓对早起到下昏，拢徛伫你的身边啊！
代志做袂了啊，百姓的代志无得到处理，所以咧，老百姓就徛伫摩西的四周围。然后摩西可能感觉讲我真辛苦，我规工伫遐处理代志，但是对伫老百姓的角度来看，我一项小事，但是拢需要你处理，所以咧，我只有一只等啊，早起等到下班上班时间开办公室，到你关门，我规工徛伫遮，甚至佫会讲啥物？抱歉，上班时间已结束，你赶快，明天再来，明天请早。咱去挂号，病院挂号，有诶较特殊诶文件，拢爱亲自挂号，敢是咱会足受气。有一寡科，要求爱亲自挂号，尤其是出诊，亲自挂号，就足气就是安尼啊。我嘛是足早就起床去排，但是今仔日就是还价真多，排袂着，然后迄个挂号的工作人员讲，明天请早，咱心中敢会足严。虽然讲咱知影讲，这是病院的规定，但是你会感觉讲，我阁浪费一天，我今仔日为着安尼，我上班请假2点钟，结果我提早来挂号，挂袂着，这写真，这个圣经的描写真生动，也睇到咱讲长辈真正经验，毋是长辈所过的日子，毋是白过的，毋是白活的。人也睇到摩西的丈人一看就看会出来。摩西可能心中想讲，我真认真拍拼，我对早起到下昏，我拢无休困，伫遐是为着百姓伫遐处理代志。但是也睇到伊的丈人一看就知影惨嘛，因为摩西舞袂来，代志舞袂了，直到众百姓对早起到下昏，拢徛伫伊身躯边，代志无得到处理，然后徛一工，骹也真酸，甚至惊讲我排队排一半，我若去便所要安怎？我就爱重新排队啊！有可能当时规工连去便所拢毋敢，去啉水嘛毋敢，也睇到就看出问题会所伫倒位啊！所以咱知影长辈的智慧是真做咱真重要的一项，咱需要参考的。也睇到一看，就看会出问题。然后伊也用伊丈人的身份提出充满智慧的建议。所以，长辈的建议是真重要。当然，咱也爱承认时代迄变，时代迄变。所以即个真侪少年人即讲佮转来讲少年人的感受。少年人真无爱听到一句话是啥物？我食过的盐比你食过的饭佫较侪。少年人即摆的少年人拢真会晓回应啦。伊讲盐食伤济会安怎？高血压啦当然这是佫讲转来，讲转来。少年人有时阵咱要讲就讲咱的建议咱莫讲迄款讲我食过的盐比你食过的饭较济但是讲盐食伤济会高血压莫盐袂当食伤高袂当食重咸袂使但是咱真正需要将咱的经验，宝贵的经验，互少年人会当学习所以有几个我感觉袂歹的一个长辈的经验啦的智慧即个古尔达美尔是以色列伫历史中间，以色列即摆的以色列的共和国最重要的一个总理早期的一个总理叫做梅尔夫人梅尔夫人伊讲的即句话这英文我
伊讲年老就亲像一只飞行机飞去风暴的内面，然后咧，咱若伫即只飞行机顶面，其实咱啥物拢袂当做。飞行机只有直飞啦，飞行机若停落来，去互风吹，去互大风吹，安飞行机就栽落来。咱一方面咱无办法，咱坐伫一只飞行机飞转去大风的内底，咱袂当将飞行机停落来。然后咧，咱敢有办法将大风来停止？咱毋是耶稣，袂当停止即个大风眼。咱阁无办法互时间停止，所以咧，咱会当安怎做？即个是即个长辈即个经验会真大的智慧。伊讲所以咧，既然咱啥物拢袂当做，面对着年老，咱啥物拢袂当做，咱该会当安怎？放轻松，用智慧来放轻松。咱坐飞行机拄着乱流，敢毋是安尼？咱各会当安怎？咱只有放轻松，只有相信飞行机的即个技术，伊的技术，咱相信即只飞行机真坚固，因为咱啥物拢袂当做。不过，当咱真正靠着智慧，会当来放轻松，其实这就是一款年长的智慧。放轻松三字，放轻松三字，讲起来简单，实际上敢有遐容易？无咧。放轻松真正需要真侪啥物？所以顶礼拜有讲到，态度决定命运，态度决定命运。咱拢知影一杯水剩一半，啥物叫做态度决定命运？有人讲海水剩一半，有人讲啥物好佳哉水阁剩一半。2礼拜前有讲过，真侪大企业家生意失败，自我了断伊的性命，自杀。结果家属讲，其实伊的资产算的，阮全家用即个几若10档免工作拢有够，但是啥物凡事拢是想袂开，所以态度决定命运。即句话真正值得咱来学起来。然后即个梅尔夫人，以色列前总理梅尔夫人，伊讲的啥物？咱就算讲无办法做啥物，但是咱会当安怎？靠着智慧，放轻松，放轻松，真正这就是一个即个梅尔夫人。虽然讲伊敢若活80岁啦，但咱知影以前的80岁，迄就是长岁寿啊。咱即马无算啥物，但是以前的80岁，真正就是长岁寿啊。这是伊的智慧。然后咧，海明威讲起咱年长的人的智慧，老人的智慧。伊讲老人的智慧对伊来看是上大的谬论。但是这毋是看袂起老大人伊讲的啥物？讲人变老，无拄拄会变搁较有智慧，但是咧，人变老，互人凡事搁较细致啦。咱凡事搁较细致，这敢就是智慧？其实这就是智慧啊！凡事细致。咱少年的时阵，冲来冲去，然后咧常常跋倒起山落魄。咱有社会经验，咱有人生经验，咱哪来哪知影伫啥物代志顶面咱爱细致，然后咧，咱会发现讲，咱生活是哪来哪平顺啦。
哪来哪平顺？因为咱知影倒位爱细字，这就亲像叶铁罗共款嘛。叶铁罗若无伊的人生经验，伊会感觉讲：哇，我即个竞赛遮尔认真工作，吼、哇，规对早起到下昏，拢认真工作，然后哇，百姓伫伊四周围伫遐徛咧，遮尔尊敬伊。啊，但是叶铁罗，咱讲年龄大来。这就是真正是智慧，伊知影啥物爱说字，伊讲惨嘛，你安尼你家己挡袂牢，然后百姓也互你耽误着啦。因伫遐代志一开始，因真热来你的四周围，但是你若真正敢若一个表面真辛苦，但是无办法解决问题，久了后爱互人看破。到后来，大家拢辛苦，大家拢辛苦。所以17节，叶铁罗安怎讲？你安尼做毋好，你甲你遮的百姓会真损心，因为即个事互你伤重，你家己一人做袂来。摩西甲百姓。拢会真顺心，所以大先来看，领导的智慧，咱看出即个丈人叶铁罗会当讲，我感觉会当有即个勇气，敢甲伊的竞赛提出即款的建议。伊的竞赛迄当阵已经是以色列百姓的领导者。我想咱有时阵，咱会感觉讲，哎呀，爱互咱的晚辈留一寡面子啦，也是咱莫麻烦咱的后辈。但是叶铁罗伊敢提出建议，这表现出即个丈人甲竞赛一点关系有建立。关系有建立，但是对伫摩西来讲，摩西也真有智慧的来接纳叶铁罗的建议，所以就算叶铁罗19节，伊讲甲摩西讲，当你着听我的话，我替你拍算。愿上帝甲你伫地，安尼来讲的时阵，我想摩西若照伫一般少年人的心态，也是一般的少年人的迄款的做事的态度，可能感觉讲即个长辈我即个丈人话哪遐济啦，也是我即个丈人真无考虑到我的面子啦，一定拢会用负面来看待，看长辈的建议，因为当人承受责任的压力哪大的时阵，这咱爱诚实来面对，但往往会哪来哪无办法听别人的建议。因为咱会感觉讲，我承受即个责任遮尔大，我所做的代志遮尔重要，你会感觉讲，安尼你的建议，敢有可能是无好的动机？你敢是要影响到即个大事？你敢是无尊重着即个体制？所以责任哪大，压力哪大。实际上，更较需要建议，但是因为咱自认讲家己承担的责任大，咱自认讲我即马做的代志真重要，咱反倒转无办法看到提供建议的人好的动机。这是会当讲有小可矛盾。咱的任务哪重要，
咱做诶代志哪有价值，咱搁较需要听到建议。但是因为咱自认咱做诶代志真重要，咱诶使命真要紧，咱反倒转会有防卫心态，会感觉讲你敢是要破坏即个代志，即个大事。这就是真侪领导者会失败的所在。毋是无人是无好的动机，伊感觉讲我即个代志真重要，我即个代志有关着大家的利益，你哪会来讲别项的意见？我为着要依护我即项代志，所以咧，我着爱互你治罪。真侪政治人物，真侪做大的企业家，有时阵就会变做讲，搁较较需要建议的时阵，伊反倒转，搁较无容易听到建议。但是咱爱知影，上帝对咱讲话，会透过逐款的方式。上帝透过伊的话记载伫圣经，咱读圣经会听见上帝对咱讲话；伫咱的祈祷的中间，上帝对咱讲话。上帝会也通过咱活伫逐款的环境的中间，伫咱的环境中间，咱经历着即款的挑战，咱做即项的事的过程中间，上帝甲咱讲话，但是上帝搁较常常会通过咱四周围的人，有可能是咱教会兄弟姊妹，咱厝邻的亲人，咱的朋友同事，甚至咱敢有即款经验，咱诚做基督徒，但是上帝竟然通过非基督徒甲咱来讲话。敢有可能？有时阵非基督徒会甲咱讲你基督徒，你哪会安尼？你哪会讲即款话？咱敢是会试插一下？上帝透过毋是基督徒，即个可能是咱的朋友同事，来提醒咱上帝的话。所以咱来会记住，上帝常常通过咱四周围的人，互咱听见伊爱咱听见的话。所以咱人难免，咱拢是爱民主，人拢难免有时阵咱有盲点，咱人也有时阵会有情绪。我想无人伫公开的场合，无民主的时阵，袂有心中有一寡情绪，人难免。但是咱莫袂记住，摩西互咱真好的一个会当学习的模样，伊接纳好的意见，伊也听到愿意尊重长辈的意见。第二项事，咱爱成做上帝中心的代理人，成做上帝中心的代理人。咱做代志，咱带领，咱毋是为家己，咱是为着上帝所交代咱的使命。咱就亲像上帝的代理人同款。所以出埃及记18章才拍毋着。18章第19节到20节，讲啥物？你着替百姓到上帝面前，将案件请问上帝，佮将律法、律例甲法度教示因所着行的路，所着做的事，
焦点是上帝，焦点是上帝。无论咱所领受上帝互咱的积分是啥物，伊是爱咱成做伊中心的代志人。无论咱伫做倒一个坐即个咱位置伫倒位，咱其实咱拢是上帝中心的代志人。咱常常会袂记住，会当作是咱为着家己伫做，但实际上咱拢是伫凡事，咱拢是为着上帝来做。无论伫咱的工作、咱的家庭，也是咱甲朋友、姊姐，甚至咱生活中间，咱拢是上帝的代理人。所以常常咱就爱提醒咱家己，骑乌多摆、开车的时阵，咱拢爱真遵守交通的规则。尤其是咱车的顶面，若有打迄个鱼的记号，表示咱是基督徒。也是讲咱，互咱的朋友知影咱是基督徒。伊看到讲这看到即个开车骑乌多摆真紧，真无守规矩。讲这基督徒，其实咱拢是上帝的代理人，咱爱伫咱所讲所行顶面见证上帝的道理，搁爱通过咱，互众人体会到上帝的疼甲恩典。领导的智慧，这就是讲到一个重点。其实17章，这个拍毋对，是18章是18章，这数字拍毋对。17章已经看过，以色列百姓甲亚玛力人伫遐战争的时阵。顶礼拜咱读到，摩西、亚伦、红尼去到山顶，然后咧，摩西手举悬，以色列百姓就战赢。但是徛久，手举悬举久，脚会酸，手会酸。所以大声是啥物？亚伦、红尼帮助摩西将石头搬来，摩西就通坐地。然后摩西手酸，亚伦甲红尼安怎做？一人举一边来协助帮助摩西。咱讲到这是同工的重要，做任何的事，咱拢伫需要的时阵，咱需要别人的协助，需要别人的协助。咱莫想讲家己拢会使，共款伫遮18章的21节到22节，安怎讲？亚特罗甲摩西安怎讲？讲对百姓的中间，经有才能的，就是敬畏上帝、诚实无懒散。万分不义的钱去互人，说伫因做百姓的时代，有管1000，有管100，有管50，有管10个，互因照时审判百姓。大事就互因到伫你遮，小事因通家己审判。那安尼，你就较减轻，因也通家己三甲担当，这就叫做同工，这就叫做同工。因为咱拢需要承认，靠咱家己，咱无办法做好所有的代志。就算讲咱暂时会当独当一面，时间一久，其实咱的心、咱的气力也会渐渐用了。就亲像摩西祈祷有气力，摩西甲上帝的关系真密切。当以色列百姓甲亚玛力人伫遐战争的时阵，伊也发挥伊祈祷的气力，但是咧，伊脚会酸，伊手也会酸，伊需要亚伦、红尼来协助伊。同款，咱搁较是安尼，
咱搁较是安尼。所以咱长老教会真重要是啥物？咱有长老、执事、长老甲牧师负责啥物？咱治理，然后执事啥物？关心服侍，大家做伙来同工，大家做伙来同工，这是咱长老教会真水的所在。然后佫扩大，咱兄弟姊妹，大家拢来参与教会的运作。所以为什么咱讲咱教会的事工，伫目前咱游玩拢是鼓舞咱会友大家来参加。虽然讲咱年纪渐渐大，但是就毋捌讲咱莫变做讲教会出钱就会使，然后咧，阮就是来遮人过来就好，是毋茫讲咱大家互相因为罗马书8章28节，保罗敢毋是安尼讲？保罗爱互咱知影，就是上帝呼召有无共款恩赐的咱大家组织者，是为着啥物？这好学本讲，万事拢互相效力，要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的旨意来受调的人。这好学本安尼写，万事拢互相效力，要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的旨意来受调的人。罗马书8章28节，就是这个意思。万事互相效力，因为这是一款信仰的学习，是一款信仰的实践。再来最后一项领导的智慧，就是咱讲莫忘初衷，莫忘初衷。出埃及记咱嘛写毋对，18章23节，18章23节。讲着啥物？你若安尼行，上帝也安尼吩咐你，你就志在为了，遮的百姓也通安然到伫伊的所在。志在会了，就是你会当，你做会来，你做会好。这个好学本讲，你就能受得住。受得住，咱上惊啥物？礼拜做牧师人上惊的代志啥物？礼拜早起身体无爽快，这叶牧师有经验一遍，迄真正迄我感觉牧会生涯拄着一遍就已经真正迄个真大的刺激啊，真大的刺激，有一遍真正礼拜早起，连穿衫要穿牧师服，要换衫拢特别已经换袂来啊啦，迄个叫啥物？迄个叫啥？梅尼尔氏症啦，昏眩症啦，梅尼尔氏症，迄急性的，迄足恐怖，你爬袂起来，会即种感觉，牧师服穿了，慢慢行过来，结果咧，连坐咧拢坐袂掉。迄天个上帝保守，迄天是迄个教啊，就是讲有其他教会的牧师来教会募款，所以迄边毋免迄个讲道，毋免坐伫台仔顶，但是也是挡袂牢。所以礼拜中只有拜托一个做医生的长老带去中基急诊，所以迄发生一遍就知影。咱拢爱承认，咱真正是有限的人，无一个人是超人，无一个人是超人。当然，迄急性的症状几点钟就好啊，这休困一下就好，但是迄是真大的一个刺激，也是一个提醒。我想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共款，所以有时阵牧师拢会公开讲，咱若有感冒。身体无爽快，袂要紧，请假袂要紧，但是爱互牧师知啦，
因为咱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关心，但是咱健康真正足重要。好，所以18章23节讲啊真好，你就记在会了，你就能受得住。咱做会来，咱搁因为安尼咱做会好，这对伫咱所带领的人，对伫咱家己，拢是一款有利的代志。记在会了，华语说能受得住。所以咱若是会当一世人照着上帝的旨意，照着上帝的诫命来行，咱知影甲咱的兄弟姊妹，知影甲咱身躯边的人来做伙来同工，咱伫适当的时刻、适当的代志顶面，咱追求咱身躯边的人来帮助咱。我想，咱为着上帝旨意伫行，为着达成咱的使命，这拢是应该爱做的。所以常常咱拢爱用即个例来激励咱家己，激励咱家己。有时阵咱会感觉讲咱无够好，有时阵咱会感觉讲上帝啊，我做无够。有时阵你会心中讲上帝啊，我常常犯错，常常无完全。魏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魏斯敏斯德信条，魏斯敏斯德大教理问答，魏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这拢是长老教会对伫英国开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长老教会的一款信仰的教导，也是咱会当知影讲，为什么长老教会诚做长老教会？魏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主要的目的是甚么？人主要的目的是甚么？这是人啊一再提醒咱家己的。人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荣光上帝，永远掠伊做欢喜，永远掠伊做欢喜。荣光上帝就是咱平常时伫所有咱若会使做，咱爱透过咱所讲所行所表现的，咱归荣光互上帝。亲像咱关心着华人受灾的华人人，也是咱伫咱工作顶面，咱尽心尽力来做，也是咱关心着咱四周围的人，也是咱做好咱家己的本分，这拢是荣光上帝。然后永远掠伊做欢喜是啥物意思？就是咱家己安怎用啥物态度来面对逐项的事。咱面对着无顺利，咱愿意超找上帝的旨意。咱拄着辛苦，咱因为有上帝的同在，咱会当忍受暂时的辛苦，咱靠着上帝的话，靠着信心，咱来突破，咱来行过这段辛苦的路，咱坚持的信心，咱有勇气，这拢是掠伊做欢喜。因为靠山山倒，靠人人倒，靠大挑，啥物？厝倒地死老地母，但是靠上帝，上帝的听永远袂改变，上帝也袂离开咱，所以靠上帝，上帝会带领，
靠上帝，咱会当得到平静安稳，因为安尼有气力。靠上帝，这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咱生命的目的、人生的目的，咱无过是掠咱家己自我做中心，咱看到的是上帝做中心。上帝有伊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拢是美好，上帝也是疼咱。但是上帝的旨意的中间，咱有时阵会面对着困难，有时阵咱爱面对着挑战。所以搁一遍，咱今年一直喺讲的一句话：任何的代志，若无上帝允准，拢袂发生。但是咱爱掠掉一个咱的信仰，上帝有伊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拢是美好，上帝疼咱也是一个事实，上帝绝对袂离开咱。但是咱难免会拄着困难，咱难免会面对挑战，咱就爱坚持信心，掠掉勇气，搁爱看到愿望。这个愿望就是上帝甲咱伫地，早伫地，现代伫地，永远甲咱做伙伫地。咱勇敢向前行，所以愿咱拢会当对伫出埃及记18章，咱爱知影。咱毋是孤单一个，咱有上帝甲咱同在，搁较重要的，上帝陪伴咱四周围的主内兄弟姊妹，甲咱做伙来担当一切的事。所以，愿咱拢会当看到上帝美好的旨意。咱会爱看到，就是一个下上帝心意的领导者，就是爱会当听到建议，然后咧爱成做上帝中心的代理人，然后知影适当的时刻，找到适当的协助。第四，就是咱每一个人拢爱知影的，莫忘初衷。莫忘初衷，延光上帝，掠伊做欢喜。无论面对着什么代志，咱知影上帝甲咱做伙伫地。面对着任何的代志，咱爱知影，毋是咱一个人喺承担，咱有上帝喺担当咱的辛苦。所以愿咱每一日。咱拢会当掠上帝做欢喜，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爸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透过出埃及记，你互咱看到摩西听见伊的丈人叶忒罗智慧的建议，伫伊的生活中间，摩西为着达成你所交托伊的使命，伊愿意莫忘初衷，要成做你忠心的代理人。所以伊知影家己的有限，知影家己的欠缺。伊愿意追求百姓内底适当的人来协助伊。所以伫阮的生活中间，主啊，恳求主你的圣神也常常提醒阮，伫阮听见着疼阮的人所互阮的建议的时阵，你帮助阮有清气的心肝，会当听见你透过阮身躯边的人要甲阮讲的话，也互阮会当学习谦卑，
亲像保罗所教阮的，看别人较赢家己，互阮会当谦卑来领受你透过别人对阮讲的话，也恳求你的圣神，互阮医治阮一开始所有的信心。提醒阮就是你疼阮，提醒阮就是你伫阮过去所行过的路的中间，你无弃杀阮，你一步一步带领阮，你也伫阮的心上，你行了侪侪的新者，互阮会当一路行到今嘛，也恳求上帝你，互阮会当医治信心，互阮会当有勇气，阁会当保持对未来的愿望，阮勇敢对你来行。主啊，阮详细也感谢主你，互阮会当大家组织伫即间奉你的名所设立的西湖教会，你互阮伫阮需要的时阵，你差遣阮的兄弟姊妹来关心阮、扶持阮、帮助阮，也恳求上帝你，互阮会当成做一个感恩的人。感谢主你会带领看顾，也感谢阮四周围同信的兄弟姊妹，为着阮关心阮所做的一切，无论是代祷，无论是关心的话、鼓励的话，也是点点伫阮的四周围来帮助阮。主啊，恳求你的圣神，互阮学习，成做一个会晓感恩的人。主啊，阮生活中间需要你圣神时刻的保守、引带、甲带领。阮也需要你的圣神，互阮会当听到你的话，将你的话也透过圣神会当刻伫阮的心中。恳求上帝你帮助阮，时刻有你的话来教导、来扶持、来鼓励阮。主啊，阮生活需要你的带领，恳求主你一路保守、束缚。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用圣经的话语，甲咱三面的，这是咱三甲来吟诗应答上帝的话。圣诗第573首，圣诗573首。我的信心若无定，伊要牵我手；即使魔鬼得要赢，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听我到极，伊要牵我手。圣诗573，请大家起立来吟。我的信心若无定，伊要牵我手。即使魔鬼得要赢，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听我到极，伊要牵我手。心若得了，伊要牵我手，因为我心无坚定，伊要牵我手。
请坐。这是要请民兵结束甲笑美结束来书写。下面报告，即时请咱大家先开周报。咱也未报告的大声，咱欢迎一位范兄弟吼，即个今日来到咱的介，咱遮伊是同阮带着咱来，也欢迎即个范兄弟继续来参加，若有机会啦，来参加咱的即个礼拜甲聚会吼。报告事项，教会插花班要接受，即马开始每一个月上课一摆，每即个插花啊，那每人每句的即个收费材料费也是700块。若有兴趣的要参加的兄弟姊妹吼，来用即个笑美结束来报名缴费吼。第二，每礼拜五暗时7点半的读经聚会，咱是采用总会每周圣眼光读经吼，咱欢迎兄弟姊妹来踊跃来参加。第三，最近流行性的感冒甲新冠即个疫苗的有真严重啦，呼吁大家来做好各人的防疫。也建议若有感冒症头，也是抵抗力较差的兄弟姊妹，若出外也是来聚会的时阵来戴喙暗吼。即个新冠疫苗甲流感的时阵，敢若65岁以上的，敢若为10岁岁就开始施打吼。第四，需要牧师探访，也希望安排家庭礼拜兄弟姊妹吼，请来
甲牧师也是中职讲人来安排哦。第五，周的即个主日礼拜题目经文甲启用圣诗金句啥，咱家己来看啊。咱来看倒边聚会活动啊，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那献歌队练唱是上午主日的上午8点45分。那每周圣安宫的查经是拜五暗时7点半。咱插会班是每个月一遍，还是即个头一个礼拜拜六上午10点。咱搁下面的即个顶周出席的人数甲奉献，咱家己来看。若有毋对的，请民兵职事也是唱美职事来更正啊。咱来看圣港事奉吼，咱即礼拜招待是现宗兄，插花是唱美职事，清扫是素琴节。咱后礼拜讲道是叶牧师，书会是唱美职事，司琴是牧师娘，领唱是娘长老，书献是我本人甲民兵职事。招待是燕行者甲罗长老，插花是江老师，那清扫是燕行者。咱来看咱即个周报正边下面的本周的金句我先来读者吼。出埃及记18章第10节，耶和华是应该学老的，伊救恁脱离埃及人的手。也脱离法老的手，救即个百姓出埃及人的手下。咱大家用台语来念2遍，再用华语读1遍来，请。耶和华是应该学老的，伊救恁脱离埃及的手，也脱离法老的手，救即个百姓出埃及人的手下。耶和华是应该学老的。伊救恁脱离埃及人的手，也脱离法老的手，救即个百姓出埃及人的手下。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手救出来。出埃及记18章10节。这是请咱大家用。现在为用讲手来，大家互相请安。请牧师。咱真欢喜哦，咱内湖教会范义山长老伫咱的中间咱搁一遍来欢迎伊范义山。长老因范家是一个出真侪牧师的家族即个叶牧师有即个东港经验，就是范义中牧师啦即个嘉义中会范义中牧师迄是我做传道的时阵，伊当阵已经是算做真前辈的牧师准备要退休迄当阵伊就是真受到阮迄当阵伫嘉义中会。真大家真尊重的牧师，搁有其他的拢念会出来范义啥物的真多一时我太多范义山长老伊也真够写诗啦伊知影真多即个教会的诗歌尤其是台湾较早期的一寡即个传福音通用的一寡诗啦甲即个早期的一寡囡仔诗歌伊会当分享的真多所以伫遮嘛，互咱兄弟姊妹知影，咱明年开始一个月礼拜线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主日的礼拜线会有一个小小的主餐爱餐一个月一遍咱若有机会，拢会邀请咱的遮的即个信仰的前辈。来到咱中间来分享这慢慢来安排啦所以这个范长老这爱这咱慢慢来讲明年
每年1月到10月，啊11月因为11月、12月最后一个主日拢已经有安排自餐啊，所以咱是每年的1月到10月1个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咱会有爱餐，礼拜三有爱餐，爱餐的中间咱会当有即个信用分享的活动，伫遮嘛先互咱兄弟姊妹知影即项小小的一款算作恢复啦，恢复咱过去礼拜结束的爱餐，咱来期待咱明年会有即个时间，搁一遍欢迎番禺山长老，这时请咱大家来吟圣诗第396首，圣诗第396首。当要散会求主赐福，互阮心中上快乐。大家结连亲爱付出，欢喜军队主脚步，军队主脚步，军队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请咱大家起立来吟。中上快乐，大家结连亲爱互助，欢喜军队主脚步，队主脚步，队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阳光冠冕为主生命，总愿心志愿行行，真理传播百会修行，世界为主做见证，做主见证，做主见证，无论到去做光点，到会温柔为我最近，所修炼我那给你，我的心心求主帮助，那苦我才有魔幻，稳定魔幻，稳定魔幻，我更中我同世界。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灭岛避会。